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甜筒的时间呢，我和等的好朋友测验。今日我带大家人做运动，按照肌力强化训练。等一下就会坐蹲做运动，因为有的人可能无法度起蹲，有的人可能无法度坐位个大做运动，我想就会用凳来做辅助工具。我记得凳呢要前无练的，安尼做运动的时间那会较安全哦。大家人准备好嘛？我就开始的哦。一开始我当然选了做男生哦，男生轻重要，有做男生但运动的时间看没错上啊哈，我就开始的时间坐到凳的方。我记得凳的坐一半都好的哦哈，用几个打开了蹲的肩头扣腰法，左手扭凳的，右手瞄你讲，瞄到左边你讲，慢慢蹲的头呢压下来，保持的角度，慢慢的头呢转。所以转上来看上面，再摆慢慢的盘起转下来，所以上唔可以扑背哦，盘起，所以上再摆盘起。所以，天天头拿骨到中间，慢慢的不用踢，我哋往左手瞄右边的你讲，好，咁样压下来，肩头冇耸肩，好，盘起下来先看下背，再慢慢转上去看当方，盘起下来，所以上。都是要用力数起来哦，盘起，所以我记得是用再盘起，用屁股缩起哈。天天过来到中间，手不用踢，更加的手到前面，手变转来，向当方。等个背囊再顺侧再上去，盘起慢慢扑背下来，手用力都是没用力顺起，再把手起上，同样冇耸肩，盘起下，手起上来，盘起背囊又出力到。手起上来天慢一摆，盘起下，好，慢慢的过来到中间，手不用踢。等男生做到一片，身体有时把捏起来哈，这段等到做做运动的哦，其他的都右脚、右脚。我记得唔可以不用一起条方哦，要上来一些些，好上来一些些，等速度不用蹲都好诶。七条十八，压下去唔怕，佢用背囊先顺侧上来，唔好感觉死活落背，佢顺软哦，原来下哦，扑背，身体转出去，都有个时间，我轻顺软原来哦，再摆上来，盘起，扑背，头拿转出去，嘿，死活落背轻顺软。再把盘起，手起上来，加油哦！我哋再提慢一摆哦。天天过来到中间，我个三人嘛，是为老爸请三人哈，俺个做头会请舒服哦，好来稳脚。把脑顺出来，手看看压下去，同样身体先向上面，扑背都是顺起来，背囊出去，呀地方提上要按原来哦，再把盘起，到前面，背囊用力的哦。观察当方，
都是用力。再一摆转出去，我来提慢一个，天天的带上来，回到中间，脚不用踢，泡泡架，泡泡架，做係其實幾舒服哦。好的，下一個動作。我哋搓師傅搓一般都好誒，我哋先搓，我哋左邊師傅先搓到等嘅方，我哋右邊師傅啲蘿蔔誒，吼腳，存喺蘿蔔，盡量用嘅腳啲正旁邊，吼啲順吼，冇啲斜前面，盡量到正旁邊，腳睇腳臂，細腳臂，啲角度做好，哈，兩隻手打開來，係手平平打開來。慢慢的盤起下去，數到腳嘅後背，慢慢的上來，轉身後背腳轉身，用佢數啲前面，數上來，所以上來，盤起下，數合掌，更加身體要扭轉下去，太落臂。我用力到用力長蹲哦，天天的上來，再過來到中間。好，做埋講嘅腳啲順風哦，就講啲斜前方嘅時間，頭都按嚟轉過來，如果講嘅腳按嚟冇鬆快，就講嘅腳有啲正旁邊嘅花，有啲正旁邊，你轉過來嘅時間，嘅腳都好一啲。後背，好呢，都會較鬆快一些。我哋再吃一擺好嗎？再吃一擺啊！吃看咯，兩手打開來，好，天天嚟先下去，一個豎高，一個豎大，手起上來，後背腳慢慢轉，邊個像弓箭步有冇？等你拿出嚟發到弓箭步，手起上來，腳冇靠冇力的你都可以按嚟做，弓箭步冇法度長嘅你都好坐等你都可以做嘅哦。兩個手合掌，扭轉身體下去，肩頭打開來，天天的過來，再過到正面，我哋穩片咯，好穩片，穩右邊師傅坐凳的，左邊師傅啲蘿蔔，左腳啲順向正旁邊，右腳蹬下來，預備動作做好哈，冇按關鍵都做出去嘅樣哈。兩手打開來，盤起下去，手起上來，後背腳趾頭轉，弓箭步一樣嘅有嘛？手起上，盤起下來，豎合掌，慢慢地扭轉個身體，慢慢地下去，睇落臂也是嘅，用輕度力去撐哦，慢慢地上來。再過嚟到中間，要做較順嘅嘛，右下再一擺次看咯，來盤起下，連續看當後，手起上來，腳趾頭轉，天天手起上來，盤起到中間，合掌，天天的慢慢的下去。扭轉身體嘅動作一定要慢哦，冇按關鍵咯哈，因為係脊椎扭轉嘅動作哦，慢慢的上來，再慢慢的過到中間，好，嚟天天的坐過來，個上揚嘛，嗱，嚟泡泡架，個上揚錯嘛，我哋做下一個動作嘅呀哈，嚟右腳啲前面，手起上來，天天的先下去。數秒7條風，停下下，好，而家我哋兩隻手合掌，等下我哋腳上來嘅時間，身體向下上來哦，腳要處理到慢慢的上來，停頓，停頓，停頓，腳要緊準嘛，啊，不用下來，我哋穩腳個，嚟穩左腳上來，手起上。盤起下，先瞄到7條，
停一下哈，过后哦，来两只手合掌，准备哦，太老不要出力来哦，来缩起上来，过后，加油，不用停，婆婆噶，还可以嘛，还做得嘛，做唔得嘞咪请上人咪，再一摆，再一摆，来加油再一摆。所以上係冇停踢腳嘅，冇停踢腳嘅，盤一下，做客家一些冇停踢腳，來1、2、3，對上，大家泡泡噶，一擺都冇停按腳嘅哦，哈，來穩腳，所以上，盤一下，停一腳冇一上人，一天呢，停一腳一上人，合掌，上來，佢好多係啊。做到quite好，婆婆噶，也通做到練動嘅太路邊嘅力量哈，腳越健康嘅身體咪會越健康哦。然後就準備要做伸展緩和啊哈，天天嚟放起來，來右手不愛，左手不愛，來，好啦，穩片左手，右手，等一下，quite好，都係你。好，天天嘅鼓來，我哋慢慢嚟數下來，收起上來，盤一下，收起上，盤起，頭多嘅動作，睇緊你好唔好嘛？接住一停到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先嚟做暖身，做暖身輕鬆腰，要做暖身運動，那個較安全，較唔會挫傷啊哈。一開始我哋來坐到凳嘅好，凳嘅坐一般都好誒，腳打開來對嘅肩頭向右翻，後邊攞傳出來，左手瞄凳誒，右手瞄耳角，慢慢對嘅頭呢壓下來，固定下角度，慢慢嚟頭呢轉，看下背，再慢慢轉上來看當方，再轉下來。啲做呢時間嘅速度冇見咯，我記得就見下喺啲做暖身咯，哈，冇見咯。再一擺盤起下來，上起，盤起下，上起，天埋一擺。幫我傳出嘛，過到中間，手柄頭，我哋揾另外一個手，壓到你講，慢慢地壓下去，好天天地頭拿轉，看下背，天天地轉，看當方，再擺，盤起下來。看斜下背，收起上，看斜當方，還有哦，另外一片嘅肩頭冇聳肩哦，哈，也個重要哦。聳肩放嘅肩胛都會輕輕，都會唔爽快哦。再一擺都好嘅哦，收起上來，回到中間。手柄頭，手到前面，變轉來向上面，背囊再傳出捲上來，捲上來，盤起下來，鋪背，收起上，盤起下，收起上。盤起，都是用力的，一天數的用力，都是沒有用力的。再擺收起上來，盤起下來，慢慢地到中間，手柄頭，身體有熱起來嘛？接住我哋來做做運動嘅啊哈，我哋等呢，大隻細臂一下。一開始我哋動作，
开下来。开的时间，莫开到安尼去，开出来一些些。好，两只脚强用打开来，顿个镜头强用发。第一下我等个师傅，我等师傅坐喺个脚跟方，中间坐唔下去嘅人，唔可以再打开来一些，唔怕，可以再打开来一些。好，我等个坐下去，中间坐一下去嘅人，我等都会打开来，顿个镜头强用发。好，看我打直，做一百不能看，做喺镜头强用发的宽度哦，哈，慢慢的先下去，调整个 V 一下。师傅有看到嘛？师傅要坐喺你脚跟方哦，两只手去前面调整蹲的距离，好，调整好，手伫前蹲的方，慢慢蹲个身体压下来，唔多刚讲的镜头打开来的感觉。你要停下下，利用有蹲的时间，有蹲的力唔多过好出力，你要停顿，不能存出。等一下我手表态的时间。都唔可以扑背哦，中间会扑背都会因为个师傅无见坐下去，师傅走脱咧，师傅走脱都会向前面放下去。嗰上等一下一定要师傅要尽量坐下去，另外手离开等的时间，你身体然后有办法停顿哦。好，我哋看我做一摆，停顿来做哦。人家手伫前面等的很匆忙，师傅跟坐哦。好，背脑用力，师傅表脱咧哦。不用睇啊，慢慢倒后背。中间有个时间，师傅冇见坐下去方，都会往下去嘅。再慢慢的前面，手越到前面，唔会越想往下去。嗰上个手到前面的时间，个师傅要坐较用力一些。再一摆，半龙纯菜有看到吗？天天的两只手到前面。师傅跟错，师傅用轻度力道，中间冇用力的方，都已经跌下去嘅，向前面往下去哦。也通做练到轻度背囊的力道，唔好感觉我背囊轻上软咯。再做一摆，手到后背，个强松，手到前面。会改甜，会清爽软，应该有感觉。天天的变下来都等得好，我哋身体再压下去，等个镜头打开来，手变下来，两只手到后背，头拿变到天内方，休息一下，等个腰位，背囊，手。全部休息一下，慢慢的放起来，慢慢放起来。刚刚讲诶，有轻松软嘛，也练到轻度背囊的力道，不是扑背背囊无的人都可以安尼做哦哈。中间刚讲的七条安尼开过，唔爽快，唔可以再贴一根毛巾，好裹土。厚度较平一些，都会较爽快一些咯。好，就接顿做的哦，哈。今仔等面下来，面下来，脚变到等的方，就练肚丝的力的哦，哈。调整，可以用调整 V 的，这个前 V 的哦，哈，调整的 V 的。好，手伫上面。等一下，都出仰卧起坐，你放起来都好嘅哦。好啦，准备缩起，头起下，缩起，头起下，缩起，头起，缩起，头起，有腾腾走嘛？有啊哈，腾腾走啊，练肚丝力道，缩起，盘起上来。有看到我手冇出力吧？我手冇出力到，係因為我身體上來嘅，我手那騰騰上來哦。做唔錯嘅動作半塊，按呢有看到冇？我用手同我身體翻上來，按呢都會用到手嘅力，放起來都沒用到肚絲嘅力道。慢慢的，手上來，
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数上来，慢慢的下去，加油哦！俺再做2个，俺再做1个，好，不用疼啊，都是泡泡嘎，都是泡泡嘎，有感觉吗？都是轻很轻很轻松呀，轻松呀。好，你都可以练到都市的里头，还有一个动作啊，都要练师傅的里头哈。等一下中间唔感觉野外的师傅某里的人可以用手去长蹲哦哈，脚蹬下来，用脚跟，哈，冇蹬的顺方，蹬的顺方的话，不断的蹬人哋送出去，嗰上蹬冇蹬的顺方，啊得用脚跟，啲蹬的方都好诶。啊，得用师傅的力，慢慢的对个野味送上去。中间野味冇力的人可以用手长蹲，系可以用手长蹲的师傅，再送上去一些。停一下，停一下哈，唔都会感觉，你的师傅在用力，你的野味没在用力，手系帮忙撑的吼，唔咩用全度手的力去撑哦，唔咩哦，我的手系辅助听哦。哎，好，慢慢的下来，慢慢的下来，做得嘛？还可以再一摆嘛？你再次看到好嘛？加油哦，哈！同样，脚不用下来哦，有确定的位的是安全的，等下开始做哦，哈！好，听听嘞，慢慢的上来哦，加油！慢慢的上，慢慢的上，哎，慢慢的上哦，改好，都係你改好。停下哈，停下哈，都是数你去嘛，有哦，都是要数你去哦，加油哦，哎，改好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，都係安尼，改好，好，睇落邊後背會順軟，好，因為我哋撐上嘅時間，睇落邊後背會用力，咪會順軟，好，腳不用睇，我哋從大隻放起來。安尼對用嘅背囊，對用嘅野味較安全哈。來，天天放起來。同個上人坐毛背囊，野味度個上人哈，就更加嚟伸展一下，南太橋嘅伸展一下，同個野味背囊全部伸展一下，後來收起上來。一下，收起手，抬起。今日嘅動作，他今日做到樣嘅，個上人坐嘛，唔過原諒一下，明日你停頓做，我們身體會越來越健康哦。甜筒，我哋下次見。